快點。來 cut 到 A N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快點，我要照顧新客啦。好。好，咁我講翻呢一個咧 H 嘅大象灰嘅菜籃啊。咁呢一個咧係大 size 嘅 ，OK。咁啊頭先咧俾大家睇咗咧，邊個四邊都係 OK 㗎，配金扣啊，同埋價錢真係我覺得咧係超靚仔嘅價錢啊，大 size 嘅 H 啊。好，呢一個咧亦都係咧社長咧知道我聽日要攬翻去啊啦。俾咗一個咧超癲嘅價錢你哋啊，26,999咋，26,999啊！大象灰色嘅呢一個咧四大金剛色嘅啦，大家26,999啊！睇睇個成色靚仔啊！底部嘅釘釘都係好新淨。哎呀，你要不拿個凳子吧？你不要跟小胖兩個都搞得我們都全暈了。一個坐桌子，一個又坐那邊邊，腳突的。哎呀，我真頂你！我再喺度咧多2日咧，我就暴斃噶啦，唔止咧瘦咁多噶啦，話俾你聽，褲都冇得着噶啦，自動脫落啊！哎呀，我真係俾嗰兩個就激到，被我們兩個咧。一個大的，一個小的。啊，老大，凳子給你一個啊，你慢慢坐着吧。哎呀，我真係就嚟頂佢兩個咧唔順啦，我話俾你聽啊，由朝到晚勞氣啊。一個咧坐台笨，一個咧坐角落頭咧腳按住個台笨。開場係咪啊？坐後啲啊！好啦，啲人冇得同粉絲寶寶們傾偈啦。啊，唔使啦，粉絲寶寶們唔使你傾偈啦。粉絲寶寶們好中意我咁我。自我感覺良好係咪啊？好，尾號串，跟住咧係 encore 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冇防塵袋？噔，係有嘅，係啦，有埋塵袋，哎喲，鎖都唔記得咗講啊。係啦，有鎖匙同埋有鎖嘅 ，OK， 鎖匙同鎖都有嘅，全套齊全。頂唔順兩個妹妹，係啊，頂唔順啦。我頂得住 Yoyo 咧，都已經日日激到咧頭都暈啦。再嚟個呢一個咧呢一個咩鬆弛號？唔係樹熊。係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哇！我就嚟褲都着唔住啦。這個呢？最便宜啊？最平了，這個橫向的。發棍款啊！那來，我給一個瘋癲的價格你。好，嚟一個啊！咁呢一個咧，俾一個咧瘋癲嘅價錢大家啊！好平啊！發棍嘅呢一個咧，雙色嘅。深色拼淺色雙拼色噶，好邊個咧？呢一個咧都係咧好新淨嘅，係啦，有埋個圓餅嘅，又係雙拼嘅呢一個咧花紋啊，大花拼細花嘅，有埋條帶啊，好咁啊，呢一個咧係可以咧，呢一個咧除得出嚟嘅條帶咧，呢一個咧可以。扣落第二個 LV 袋度都冇問題嘅，後邊一格嘅，中間拉鏈嘅，再嚟咧後邊仲有一格啊，好，後邊仲有一格嘅，咁啊我檢查清楚睇下咧，係啦，靚唔靚先啊？好，裏面都係好乾淨嘅，因為價錢始終唔平啊。好，拉鏈頭咧都係新淨嘅兩邊啊。價錢嚟啦噃，喂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新嘢嚟噶喎，係咪好靚仔先？CC 短銀包，點樣癲啊？梗係好癲啦！怎麼樣，悠悠？我的計算機，哎呀，不要你了，我自己來了。我俾呢瘋癲價錢你哋，你不要算，我跟你說，全日本我最便宜啦。真啊！全日本我最癲噶啦！呢一個咧最少過2噶啦，點得呢一個你都知道咧個市場價噶啦。好，嚟一個咧超級無敵勁癲嘅 ，OK，18,999咋。
18,999啊，雙色嘅，仲要係好新淨嘅。嗱，你哋自己睇成色啊，大家自己睇嘅 ，OK， 自己睇啊，抵唔抵啊？18,999啊，收工價噶啦。哇，今天這咋回事？都還沒直播10來個包就收工啦。我話咧要去到2點，我的孫子想說你係2點這麼晚。對呀，怎麼這麼有精力呀？哎呀，我要養兒。